大家好，我叫阿 Ken 啦。我喺度畢業完之後咧，我就去咗聖方濟各大學就讀呢個社會工作3年級學士學位嘅學生啦。咁我係 Boris 啦，咁而家今年就第2年嘅喺 Ivy 呢度讀社會工作嘅高級文憑嘅第2年，今年就準備畢業啦，準備完成實習咁樣。咁其實嚟緊都會有大學嘅一個 Year 3 Entry 嘅 offer 啦，咁佢就係 conditional offer 嚟嘅，咁基本上完成到嗰個成績達得到嗰個標準咧，其實就可以去入讀個第3年嘅入學咁樣，都係社會工作嘅一個degree 課程。係，咁我叫 Lawrence，咁我係社工嘅畢業生，係啦，咁我咧就做咗1年半嘅社工嘅工作啦，係啦，咁而家咧我就喺五倫宮嗰邊讀緊 part-time degree。我叫阿珊，而家讀緊 Ivy 社會工作高級文憑第2年，咁即將會繼續升學為目標啦。咁我已經收到咧大學學院俾我嘅 conditional offer，咁即將會第3Year 3 Entry 入學。大家叫我 K 就可以啦。讀完 Ivy 嘅社工 High Dip 之後，我就去咗香港理工大學讀社工 degree， 嚟緊8月就正式畢業啦。首先係去到大學 Year 3嘅內容咧，通常都係 High Dip 嘅深化版啦，因為之前學過，所以吸收得都好快，仲可以將啲理論扣翻埋一齊。第二就係喺 Ivy 已經經歷過2次實習啦，令我早過其他人咧接觸前線工作。去到大學再去實習嘅時候咧，已經有晒經驗，好快就上手。最後咧就係 Ivy 嘅訓練咧，會令我學識咗點樣去反思同埋獨立思考啦。升到去大學之後咧，呢種習慣咧，令我可以好快將啲好抽象嘅理論咧，去同實務工作去結合。學校其實都提供唔同嘅一啲 scholarship 俾同學仔去申請啦。咁特別為咗實習呢樣啦，咁實習其實都會有一啲嘅scholarship 俾一啲嘅outstanding 嘅同學仔去做一個申請啦。咁嗰樣嘢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填寫翻落去我哋嘅 profile 度，令到我哋有個更加亮眼嘅一個表現可以俾人見到。首先 Ivy 佢俾咗好多唔同職業導向嘅訓練俾我哋啦。即係當中我都記得佢邀請咗唔同嘅講師啦，咁呢啲我都覺得係更加了解到可能而家職場上邊究竟係實地嘅一啲應用啊，或者係當時當時社福界發生嘅情況咁等等咯。喺呢2年嘅學習裏邊啦，除咗一啲好多實際技巧知識嘅學習理論嘅學習啦。咁亦都技巧以外咧，我亦都好感激啦。Ivy 學院一班老師咧，佢對我哋好多嘅情感嘅支援啦。學校以外一啲對於我哋專業發展啦、人生嘅規劃上面咧，都俾咗好多意見我哋。咁特別我記得咧，喺我面試之前咧，咁唔少老師都俾咗一啲意見我啦，教一啲我大學入學嘅面試技巧，咁同埋我嘅自我介紹點樣可以再提升增加我嘅競爭力。咁喺支援方面咧，咁 Ivy 都提供好多唔同額外嘅課程俾我哋啦，例如可能綠色積木、和諧粉彩咁樣嘅。咁呢啲可以令我喺裏面其實可以喺之後嘅實習啦，或者工作上面可以應用翻出嚟咁樣咯。我最主要俾到我嘅優勢就係喺特別係除咗要去2次嘅實習之外，因為呢個係基本上都要去滿足嘅一個條件啦。咁但係我哋喺之前都會有一個 surface project 嘅機會啦，俾我哋真係去同一啲同學仔幾個咁樣一早去到一個 setting 嗰度去，真係去到社會服務嘅一啲單位嗰度去嘗試啦。咁呢個嘗試入邊，我哋都可以早啲會有個心理準備啦。其實可以幫助到我哋喺實習嘅時候做得好啲咧。其實持續留意呢一啲嘅時事啊，都好緊要嘅。特別喺可能社福界啊，或者就算唔單止喺社福界嘅一啲時事，或者甚至係影響到唔同市民嘅一啲時事咧，其實持續去關注呢啲事件咧，咁你去真係去講一啲題目嘅時候咧，因為有機會有少少討論嘅時間啦，咁都可以表達到多啲你自己嘅諗法喺入邊咯。因為大學層面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用英文作為一個主要嘅教學語言啦。咁對於我嚟講，可能我就英文比較稍順啲啦。咁所以我喺 High Dip 嘅時候咧，其實我都係不斷去增值自己英文水平嘅。咁以至到其實無論係喺面試啊，或者係你之後大學嘅寫文方面咧，其實都會有莫大嘅幫助咁樣。實習嘅時候要搏盡啦，因為實習其實係最考驗一個人嘅時候，一定要認真對待啦。實習之前咧要做好功課啦，因為你嘅表現咧其實係唔單止影響個分，仲會直接影響到你將來嘅升學嘅。同埋唔好忘記初心啦，最緊要係記住當初點解想入行啦。讀 degree 其實係一個過程嚟嘅，但記住我哋做社工最後都係為咗幫人啦，而唔係純粹為咗張證書嘅。唔好唔記得我哋讀呢一樣嘢係為咗做社工，
即係升學只不過係另一個俾你更加去增潤自己嘅途徑，而唔係一個必然，亦都唔係去定斷你係一個好定係壞嘅社工嘅一個基準。